来看美国国务院批准一批飞弹甲雷达要卖予台湾，加强咱的防卫，改善空中监视能力。这个总金额差不多是美金19亿8千万，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金额上悬的一届。另外，后礼拜一有咱空军的天龙操演，陆军中泰19号演习，要展现国军的防卫战力。 规划展现在战机的用姿，空军年度天龙操演28登场，空军性放映影片。甲以往无同，今年评比改以团队用路为主，会进行现25磅训练弹、红外线飞弹射击竞赛这5项的竞技项目。 火炮射击场面真震撼，28陆军也要举行年度的中泰19号演习，由驻防中部的增加506旅、南部机部333旅2个练兵旅进行对抗，会实施24小时拢无停，夜间训练才是战环训练。 演习是采取实兵实车实装的方式来进行，在新竹到高雄地区之间进行7天6夜的实兵对抗演练，希望透过模拟真实战场的景况，来强化部队整体实战化的训练目标。国军展现防卫能力，台美也继续深化军事交流。美国大选进前，美国国务院批准卖予台湾3套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也有2款长程的防空雷达，两笔军售总额大约是19.88亿美金。 其中，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属有中低程地面防空系统，商用功能真大，能配合多种的防空飞弹。这摆飞弹系统案内底也包含123粒正定型先进中程的空对空飞弹，防空射程估计达到40到50公里。 美制的飞弹基本上应该是有能力做整合，应该是针对一般的防空目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战斗机。 或直升机，或者是巡弋飞弹为主要的拦截对象。专家推测，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会部署在大台北周边，强化首都防卫四周围的防空战力。也来总统府是对拜登政府第17摆对台军售表达感谢。另外，团设陆军司令张秋明这军的师团到美国夏威夷出席台美陆预算案年终会议。军事专家但国民认为讲，各界将领出席，除了深化交流，也会使上级出身的战略思维。 记者综合报道。